喂，咁唔掂喎，聖堂唔係咁噶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夏天又到啦，溫馨提示一下大家，返嚟聖堂要注意翻服飾儀容。上半身我哋應該穿着有袖嘅衫，背心、雞翼袖、低胸露背露腰就唔好着啦。下半身呢，應該穿着長褲或者過膝嘅短褲，而女士呢，可以着長裙或者過膝嘅裙，千祈唔好着短裙短褲啊！唔該。至於鞋方面，一般嘅鞋，例如皮鞋、波鞋、涼鞋都可以。記住，唔好着拖鞋啊！仲有，記住入嚟聖堂要除帽啊！一般嚟講，除咗因為健康嘅問題，我哋都應該遵守翻衣着嘅規定。喺室內聖堂嘅地方就要除帽。仲有啊，喺聖堂裏邊係唔可以飲食噶，同埋要保持安靜。就係我哋一齊努力，將聖堂變成一個既神聖、莊重同埋安靜嘅祈禱之所。